原生營養，源自母愛。DHA 係母乳裏面重要嘅營養之一。寶寶主要透過食物嚟攝取身體所需嘅 DHA， 當中包括深海魚類同雞蛋。根據專家建議嘅 DHA 攝取量，7至24個月大嘅嬰幼兒每天需攝取100毫克 DHA。如果要達至以上專家建議嘅 DHA 含量，大約等於每日進食25克三文魚或者3隻半雞蛋。DHA 係腦部發展嘅重要成分 ，BB 成長嘅原生營養組合 Lactoferrin、MFGM 同 DHA。俾贊臣全球母乳研究，登入我哋嘅網頁了解更多。